我覺得第一場係打得唔錯嘅，因為可能對手係冇乜咁多經驗，跟住我都可以好快咁樣贏到佢。但係可能之後第二、第三場之後就可能對手就勁翻啲，跟住我就可能力量上面同埋可能技術上面都可能冇佢哋咁足，咁所以可能就輸咗。咁我喺第二、第三場都見到佢哋係喺立技上面呢係都比我有更好嘅技術啦。咁我要翻到去之後呢，可能就同多啲師兄師姐，可能就做多啲立技嘅訓練，即係可能唔好俾人掉出去啊，可能就要學識點樣對抗，或者可能更多可以反擊佢哋。我都希望可以入咗8強先啦，首先，咁我都要入到，但係就可惜拎唔到牌咯，都係爭少少咯。其實都係兩個對手都係同我差唔多，有得打嘅。我都覺得第一場打得唔錯啦，即係都好快咁樣醫崩到人啦。咁但係第二、第三場呢，就力量上面可能爭少少，同埋寢技嗰啲唔夠好咯，同埋都係衰大意咯。我翻到去都會好好咁練翻個寢技，同埋繼續練翻好嗰啲招。呢次亞青運梗係一個好寶貴嘅經驗啦，即係我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國家唔同嘅對手，咁我都可以唔單止係要同佢哋當佢哋係一個敵人，我都可以將佢哋當係一個我學習嘅對象，即係可能喺立技上面可以學到佢哋點樣對抗啊，地面戰我又可以點樣學到點樣壓制佢哋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啦，可以俾我同唔同國家嘅對手去切磋一下啦，同埋比平時喺本地賽更加嗰啲對手更加強啦，可以俾我去練多啲嘢，可以俾我去學習咯。